等埋連華生輝嘅啫。好，連華生輝亦入埋閘，國泰航空香港短途錦標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呢部嗰陣啊，影咗隻炮彈啊，上咗連華生輝，喳聲擺咗喺前面嘅白仔就仲有加州其次啦。然之後上咗嚟，仲有嗰隻呢，就係啲藝術總會啊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呢，就時尚風采啦。然之後外邊仲有戰地畫家啦。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就亞柏奇貓喎。咁啊，亞柏奇貓再後啲跟住仲有前面仲有綠色駿馬啦。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就係呢個創畫啊，後面仲有萬籟俱寂，包晒尾嗰隻係同一世界啊！距離頭馬超過12個馬位嘅，好啊，轉咗半個銀禧灣啊！前面放頭見到加州旗幟隻美國馬貼住欄放頭，喺外邊就桂冠戰士兩隻馬鬥燒嘅，守住第3位就係藝術總會，然之後外邊嗰隻呢就係戰地畫家啦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連華生輝，外欄位置入邊仲有熱爆景點啊，然之後後邊仲有騎下嘅時尚風采啊嗰啲馬嘅，約莫仲有呢個300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突咗係加州旗幟，突咗我再追佢幾下先見到連華生輝啊，後面最後終於見到仲有時尚風采啦，然之後仲有骨綠色駿馬，大咗追同一世界啊，前面見到連華生輝就過咗加州旗幟，喳聲上嚟見到仲有同一世界啊，上嚟追佢嘅連華生輝就跑第1、跑第2，同一世界跑第3名，時尚風采跑第4名，應該上睇加州旗幟定綠色駿馬啦。連華生輝再一次為港爭光，拍寶贏翻場啦！入直路見到咁快步速，一踩就過晒。連華生輝已經越過咗加州旗幟，後邊時尚風采同一世界一齊追上嚟嘅。連華生輝贏咗國泰航香港短途錦標，跑第2名，同一世界跑第3名，時尚風采跑第4名，應該上睇加州旗幟定綠色駿馬。哦，恭喜晒啦！